请进行事宜。那么这是些情况啊？我冇尴尬的，你到给你，我一啥不美女，我就那个我冇补喽。让，你搞这个。我自梦啊，高进都看着穿开不来，莫我动了那裤子我不嘛。动嘛那我自己的裤子都我口干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高林姐，我有听到兄弟对你讲。哦，我咋不没认识？那是个混来混去那个样子啊！当初我这么渣，这么菜，这么女朋友，都因为换那个来自努力。我自己想想，我对得起我啊！都该搞放流了，应该个民工都想当你子努力。导致我混了这么菜，这么贼，这么渣，这么不，人能做到那个地步，当然能偷垃圾。他是小干，我会当民工生当的，我都能努力改变大国的命运。知道欠渣，摸贼，我要被讨贼，摸贼。当个男朋友他的道歉的时候。宝贝，我错了，好的错啦，好对对错。以后呢？以后就干了。哦，怎么以后了？当个女朋友打个道歉的时候，我错了，好的错。这样子票个知道了那个，我包括自己扔了嘛，我打个错了，刚才弄了个错的，我真是我错了，好的错啦。我好久都错了，这红毛妹妹要go，我太难了，老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晚吧，美女带着我是啊！哎呀，这多了，弄那么美女哦！这个好，老地方到过2分钟，我没在摸啥子。还好哎，我没咋过我的，然后在哪里？好像还在摸天。还得鸟啊！这要公仔耶，公母的包子那天呢？这里面脚戳多的牙了。背包还得昨天。点啥公母的包子那天呢？我的包裹就咋？我否斗呢？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你个仔，豆豆我冇豆噶，我不会讨操，最容晒。我想摸你摸了，但我怎么咋？而且那个都冇被讨了啊！我说被讨住光，我都还得3月啊！哎呀，这个态度那么容易分散，我自己搞。你个仔，个最怂了，这要背上最没本事的只能些。哇，对呀，最帅，最没本事，最酷的。只想落地都谁知道，看得不用名字，我对呀最骚。我信你个鬼！
都有太没本事了。那什么？我了，那两个，都太冷了。咋的看到嘞？要看我亲一看不？亲给他唱得好。哦。还是扇子没有盖过好，活蛋呢，我都看见不对了。拿什么录过个好？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泡妹技巧一，侬呢？我觉得他搞个一顿用菜，主要搞煮个猫砂泥，就算你他搞吃去，再做沙拉对你都愿意。如果搞只猫砂泥，你凭啥子要他搞吃去？所以，该要关心你，该要关心到考个最准。好 ，OK，第六牛个实话噻。Hello， 女生，侬呢？搞么子哦？侬呢？拿带多，我妈妈不拉嘞，姑娘追死。哦，我来接，讲到好是这个。重来。Double kill。侬呢？拿带多，我妈妈不拉嘞，姑娘追死。女生妈妈不拉嘞。Thought you'd like to know that. 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